贵妃，你总也招供了，来人啊！在，定会伺候。是。秦将军，原来是小主，唔就是你假？你即摆知影已经收班了。哈？这不是阴死地道？贵，你还讲什么话通讲？感到归怀，一夜光亮，所处林头，修当阳。那个三翠绿打，公灯顶，见夕阳平啊，小康平。大人，伊既然唔惊。公孙先生，迄个犯人相面，小口径啊，气灵出国破西洋。自始至是脚加用，请听声人来宾的下情，笑人来宾啊情啊。公孙先生，你的意思是？大人，小人是讲，互伊过怀到阴司地府，并无叫大人你将伊处死呀。若是互伊过怀，到松露殿阎王爷的面头前，就毋惊伊过怀毋将实招来呀。哦，哈哈哈！老夫明白了。勇敢，我无才害命，应该将你下油鼎。哎呦，将丁三推下油鼎。万岁！万岁！先主，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大归怀。归怀。你才勇敢，也敢倚老太后，用武用美貌换太子，陷害李太后，火烧平民中，行尸求子，以毒灭口，将心焦。
别我家里
太后，小人冤招。来呀，画押。是。一切娘娘之事，我是小细罗比，那就方便行事的。贵妃，你总也招供了，来人啊！定会书后。是。秦将军，也是口出唔就是你假？你即摆知影伊个收班咯？哈，这不是阴司地道？贵，你还讲什么话通讲？原来你是我中计咯！哼，你的口径已经在我的手